对了，今天我看见一串密码，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许这个可以来解密。快试啊，快试啊！这个应该是凯撒密码，没有错。试。WOB， 这是什么意思啊 WOB， 这应该是什么英文单词的名称缩写。哎，等，我知道了。W 是哇哦，O 是哦，B 是别了。哥，我们认真解密呢，你别捣乱好吗？好，你解。要不你把它调回原始值，再往回逆时针转20个试试。好。IAN 什么意思 ？I am number one。应该是个英文名字。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所以爸妈要带你去外国，不只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工作，是要让你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你别碰我！阿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妈妈？长安，小安，你怎么了？哎，长安，你没事吧？小安，你是不舒服吗？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我先走了。我们没有办法。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所以阿南，爸爸妈妈带你出国，不只是因为我们要到那边工作，是因为我们想给你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为什么牺牲的人是我？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第一位啊？你不要碰我！阿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妈妈？安娜，我把我们国外新家的照片发到你的电话去，你有看过吗？那边的房间比你现在的大，一定会喜欢的。安，你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会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语言学校，等你学好了语言，也再给你找一个好的高中，好不好？安，我们去里面接一个教授，一起去机场。你在这等我们一下啊。Hi, long time no see, Dr. Omen.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ctor? I'm sorry, Dr. Xian and Dr. Yan, but I'm afraid we'll have to postpone our upcoming projects in Europe. But why? 001 have been showing very positive outcomes. I believe he can adapt to any kind of situation. Yes, but if we cannot develop a program,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to sustain a more complicated human-like body, your soul program won't be able to be activated. If only our missing friend, Dr. Xie, is here. Sorry，你真的只会跟我说 sorry。我给你讲一个特别好笑的冷笑话哦。有一个人呢，他长得很像一颗洋葱，然后他走着走着他就哭了。啊，我怎么好了？别拍了。妈，你快跟我来，给你个惊喜哦。快，快都过来，都过来。注意脚边哦。妈，你快点啊！妈，快点。我梦见安安了。安安对我说：“为什么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为什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如果我的安纳托米代码没有加上下期他们写的 Soul 代码，那我们做出来的 AI 就是一个没有意识、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如果我们做出的 AI 还没有人类聪明的话，那我们要它干嘛？001。夏先生，孙阳光，好久不见呐！
你已经整整1个月没出门了。今天我遇到一个以为我们以后都看不到的朋友。你不要说了，我不想说话。他说，只要我们把安安的头发，或者是他衣服上、皮屑上的 DNA 做成 anatomy 的参数代码，然后我们把我们记得的所有关于安安的回忆做成受的参数代码，只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回安安。报告主任，001的各项阈值数据可以再调高，现在还不是最大上限。他不需要。为什么？为什么呀？有了我的 anatomy 代码，他除了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之外，他可以跑得赢世界冠军，他可以计算出最难的题目。他可以唱出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歌曲，他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那个。我跟你说了，他不需要，我不需要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 AI， 他只要跟人类一样就可以了。跟人类一样，那根本就是个废物。你是人不是神，他也只是一个价格昂贵的实验机器罢了，他永远不会成为你真正的儿子的。你不要再说了。韩光，我跟何行当初答应你进行公司这个秘密项目，不代表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挪成为你满足个人野心的牺牲品。仿佛说的好像只有我自己有自己一样。哎，你们2个就别在这装清高了。难道你们不需要给你们儿子的灵魂再找个身体吗？啊？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幻城》，7月24日乐视视频全网首播。看清楚了，开始下枪了。老高，